年时啊，唔但咱人欢喜穿新衫，嘉义县鹿草乡国校的学生嘛，甲因乡邻的大庙装塔甲水当当。为着感谢城隍庙对因的照顾，囡仔做伙为600多粒的果仔丁吊伫咧埕林，加添过年的气氛。囡仔专心为果仔丁，嘉义县鹿草乡7间国小甲附近2间学校的学生做伙为了600多粒的果仔丁，要来替乡内大庙加添过年的气氛。看我觉得这样子很壮观，因为底下还有一些景观布置，然后上面又有各式各样的灯笼。阮内底啊，彩绘啊拢做好啊，外口这个办这灯笼安尼吼，大家较迄，大家安尼来看到，大家规拢无相共，大家学了甲。嘉义县鹿草重要的安溪城隍爷是鹿草乡民的信仰中心，过年时阵嘛有真侪信众会倒来遮拜拜。这站学校甲庙方合作，互囡仔家己画果仔丁，会较搁写因明年的愿望。我画了愤怒鸟。还有呢？这上面有写什么吗？我希望大家可以平平安安，希望地球可以永续。为什么？因为地球暖化恶化，所以希望地球可以一直待下去。过年的时间呢，会使展现呢伊的作品，互大家呢来参观，伊的家人呢，嘛会使呢来遮呢有一个愉快的回忆。学校表示，城隍庙除了是乡民的信仰中心，对因遮的偏乡学校嘛真照顾，所以才想要伫过年的时阵为庙加添一寡无共的气氛，嘛互囡仔会当参与地方文化的机会。很漂亮啊，而且多了一个地方可以带小朋友来这里做赏灯的那个活动，这样子。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灯笼，然后大家都画得很棒。9间学校600个囡仔来画彩绘灯笼。后尾大家来参观，然后搁做一寡景观布置，有年节的气氛。发起这项计划的家长表示，过去庙方无办过这款活动，头一摆就受到乡内所有学校的支持。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点灯，但是会赶伫咧过年进前完工，嘛会等到3月初，希望乡民甲信众来拜拜，会当看到囡仔的心意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